店对面刚好有个彩券行。哦，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会去买彩券。那结果他们2个心血来潮就去跑去买彩券。他们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跑来找我说：“妈妈，你看。”就把那个刮刮卡给我。我从来没有玩，我不知道要看什么。我说看什么？他说：“你看那个刮掉的。”我就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7位数，就抬头看着他们，他们说：“对，妈妈，我们中了100万。”哇！我吓一跳，我简直不敢相信。介绍认得这首歌，它是我4年前的歌曲，它之前做了2次版本，一次是在毕业之前，另一次也在毕业之前。一次在毕业之前，一次在毕业之前。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大家好，哎，前头呀，第二屯他个拜的做年，哎，下礼拜过年喽，大家新年快乐！寒假的时间过寒假，下礼拜都过年了，对吧？嘿哦，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嘿，兔年，本命年呀。大家第2个都说了呀，反过也唔怕啦，那有冇关？就是市场说天天可以比。哎呀好。虽然啊，这今年的特别计划，啊，我们有请到6位来宾啊， 6位好朋友，分享一下新年的情绪。哎，除了过年有赌的吗？之前的过年有嘛好搞的事情啊，做的分享一下，新年也分享一下，有乜个愿望嘛？冇错，来有请来 TV， 哎呀 TV， 千叫冇看到你彭水峰太过带来平板，来等下。梦。
新年快乐，新年好，快乐，看到你就快乐。可能酒量不太高啦。有样啊，看到你就欢喜啊。過年有乜嘅好搞嘅事情？有乜嘅經驗較深刻嘅過年嘅？過年嘅將嘅做飯嘅啊，你係咩用嘅？較做係用嘅矮班嘅磨砂啊，要研磨飯嚟，磨飯嚟，磨嚟磨去，磨嚟磨去，全部用嘅種係哦，正件條白用嘅做，是咁磨要摘，摘，摘比較，摘到嘅種係，對啊，喺炊飯嘅時節，雖然都唔得亂講話，但係嘅班嘅炊唔會好些哦。蔥油糖糕呢？蔥油糖糕兩種，唔過係將內嘅外爸外妹喺準備嗬，你所以農貨啦，佢就用太祖啊，太祖嘅農貨啊，裝定佢貨啦，裝定貨，過得冇烏太機啦，就係外面做過呢，外面做過，太頭頭係啊，對啊，啊爸爸媽媽啲磨汗神力咩，係啊，按照啲嘅準備嚟，按照不用炒。唔會用嘅太早炒出嚟。哎呦，寫嘅時間。啊，牛羊啊，冇羊。牛羊啊，係啊，已經便宜。冇正經嘅啦。咁你今年有乜嘅願望冇？今年啊，希望疫情日過，大家都身體平平安安，愛出國就出國，愛來回了是來回了。大家身體要最好哈，你講。其他項目仲要身體要顧備好啦。所以我按依廟方拜拜啊，先主要那求乜嘅你話？求太健康平安，按台灣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冇錯。按台灣你好嘅話，太自家都好。太自家都好。對，係啊。唔係講自家好，天天太自家都好。喺方面係喺過年嘅時間，係。佢叔公阿爸，我做生意啊，很細細啊，基本。對新鋪啦，喺度講對新鋪啦，對新鋪係。讓啲客人選擇看嗬，讓到客人那啲就歡迎。哎呀，生意歡迎釋放。哦，你會來買阿美大媽？阿美大媽係嘛㗎？人係湯嘅啦。哦，咖咩糖？咖咩糖？糖。佢做完講阿咩擔啊，唔啲講客話用揾講啦。用咖咩糖啊？咖咩糖經典啦，差不多點用買嘛，差不多。哦，按住先，多謝你分享啊！你做安好過，安好大家過，大家得。好。哎呀，希望今年做得順順利利啦哈。好，太自家都順順利利。好啦，按住先，回做休息。好啦，沙下來，下一位係車面書帶來三個字。好嘞，談過啦。煩惱去了。
认识太高，新年快乐！都叫冇看到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聽南無見人可以還有上誒，還有上哈，有冇？哦，之前有戴木匠沒哦？沒。上台都冇戴木匠，上台冇戴啊！金錢腔誒那個旁分有冇？石頭見他突可以還有上，還有上，還有精神啊！嘿，還有精神。新年講好花啦，是菜花，新年嘛都下禮拜。我會聽到新年，當一都講好花，做好事，對嘛哈？唔錯。來，過年就那個分享係，有冇印象深刻嘅過年？像我哋兩位主持人。這個學個煮誒，這個拿來吃咁樣翻乜個法音嘛？我講特別有學過煮誒，係啊。應該唔會吧？我就這個冇事，但是學他以後，買本嘢，安煮飯啊。哦，我嚟煮嘛。哦。就特別我看那個廣電嘅，煮誒就比頭班阿公咩要去煮誒？阿公喺煮誒。我一摘個收水啊，起豬誒，那個餵豬。對啊。我時代這個三度號嘛，我記得4年的時間有冇？我不卡就會吃豬誒，我本個那個年沙有冇？三家人4家人就本一條豬誒。係啊，唔過有年有冇？有年嘅過年假，衝下嚟做啦。結果半夜我聽講㗎，佢永遠去播講嗌我卡。實際講，自家做講嘅偷吃豬都唔錯啊！係啊，都係警察嚟兩個橋啊！但係這個豬嘅吃肉嘢，啊個都個標暗講標500號標嗰啲嘛，因為特別講，咱們係當地講嘅移民講，叫乜個屠宰稅啦。哦，係哦。我一審波豬我吃豬嘅以前一審波後去嘅，啊，這個奶油嘅吃，嘅那個税務員就會來鳥卡，來到鳥入邊吃肉嘢，來賺個錢呢。佢打碎嘅方式要幫人打，你咪可能當時你咪了解到喎。做人豬誒，比如100斤，100斤一斤係100個元哈，豬安尼豬1萬條嘛，那打10%嘅稅金，做1000條嘅稅金，高本政府。稅金，因為家政廠啊，做牙醫嘅人做無去報道，叫警察永遠去報咁講我話吃豬誒，叫警察就嚟咬下。我記得林田國剛係生涯同事，門大可能多年前啊，40年前，60年前，係啦，哦，嗰樣子係有安尼嘛？因為吃豬要有牌照嘛。沒做過，你要省搶啊，省搶，家政府嘅乜個稅收都動少嘛，做按那個事嘛，跟那個做多嘢冇發做，比如人家做嘅講1000元嘅稅金面，發做發10筆嘅錢。都1萬元，發1萬錢，佢就全部本地嚟啊！拍票嘅啦，今年就拍票嘅，主要就本地拍票。用。哇，佢咁幾年，咩千無聊呢？係我較佩服做嘅警察咧。我在山當講，佢行路我2點鐘嘅時間。不容易啊！不容易。哦，因為都穿牙錢翻日嘅錢。穿嘅屠宰稅。而家做林田講嘅。我門打我睇人打可能啊，可能佢點樣講？我想佢帶個警察幫我想，我都幫我縮咗嚟，我縮加以做個職業軍人嘛，嗬。所以我縮咗當翻譯啊，我縮咗嚟哦，當翻譯佢叫問你啲警察嚟咯。對啊，結果今年過到去嘛。就整個家庭的這個氣氛都冇咧，又唔是犯罪嘅人啊，都是人啊，係啊，對，現在都要有牌照，要牌照啊，真的很多都要牌照，對。冇錯。啊，你新的一年有什麼願望？係啊，新嘅一年有乜願望？就今年當投心球嘛，係啊，就想希望心願中一個兔寶寶啦，兔寶寶3，老係窮樣啦，老吉娜妹妹窮樣啦，吉娜姐姐，叫我這就犯太歲啊！你嘅希望人哋跟冇差啦，我一下就好了，那年冇犯太歲，沒有按一下，對不對？我一下就好。窮樣嘛，哎呀，就差一輪，算一下就算係第一啦。跟人心球已經有神的嗎？有神嗎？我比較平調嘅，較平調，我來較3萬調。對。他認真嘅啊！你講他認真會講來嘅。我講來，嗰時冇法當潛藝啦，我哋聽書啊嚟，係咪啊？聽書潛好嘅醫生啊，介紹好嘅醫生啊，你係真係好傷人嘅事情啦，
上梦想啊！顺其自然就好了。不是太太个阿里就来，说含饴弄孙了，多好，对不对？好，兔宝宝。安子生，多谢，谢谢你的分享，多谢。希望我们是泰国人烟梦成真，烟梦成功。好，来，我做休息，安子生，好，谢谢。好嘞，杀了亚比，杀了，林丽玲带了片板。来，等我啦。哎，越来越有味道了，你。不敢，那现在啦，要挂点滴哦，拿点滴加。哎，罗哥，好久不见。哎，那个我很有经验。对啊，那个我很有经验。拿点滴加。那个我很有经验。真的，让罗哥走秀一下。好累啦，要高年的。
快樂，唔會衝哦，你看嗓音有沒有亮到啊？有，那種頭腔共鳴有沒有？哦，真的哈，對，你們覺得他很像唱歌仔戲的感覺？衝寡嘢咪千杯衝啊，係冇？個嗓音啊嘹亮。客家太應該很易衝啊，唔是麥克風都躺喺度。有人嗎？有人哦，有人。哎呦，太水啦！分享一下，你那個過年嘅呢？經驗嘛，經驗較深刻的印象誒。其實過年的印象是多啦吼，最記得係做生日的時節，生嘅時節。嚇，我爸爸係種水果嘅，然後種水梨也要種柑恩。我媽媽當時問，特別是去新竹嘅竹聯市場咧買水果，買材料的，自家也要種菜。嘿，嗰細細時節吼，應該是國小4、5年級吧，印象啦。我讓我老妹共下去，該田樹啊去市場田看人嘅菜啊，媽媽買多種東西啊，兩姊妹一隻攰一會田看咧，係，用緊下個人買嗰陣那台要半機，那好錢好，嗰陣那媽媽嘅錢，媽媽收錢啊用緊田看咧啦，係啊，公主生嘅概念。新年啊，共下啲旁邊擺安嘅生意會較好冇？有差呢，有差吼。迄個佢安尼成日安台時來聽做生意，嗰度吼，佢家下當外成日，嗰度看到安尼佢真有迄個安尼客家人，安尼食糜吼，安細細吼，少少特別多食咗。咁度嘅停芹菜吼，幾時會讓買？安看下幾講經驗，我啲咪凊彩下啦。因為啲碰撞都差嘅。哦，看到小朋友咧買親戚苦啊，按油烤啊，係啊，按市場過年嘅時節，大家嘛買當多啊。明年假日後，因為媽媽喺度剛種煙吼，種下煙要去到頭上，媽媽是為去到頭上解壓不了的。順山買，係順山買，千無限呢。買水果要買菜，還要買因為按多種啊，所以成日一天停幫忙看，哎呀，跟停去頭上啊，要擺喺冷天。你會停吃哦？沒有，這時間呢？冇，我特別細細咪同阿媽停吃。哦，真嘅。總係其他個個咧全部啲拖樹啊。係啊。總係看唔好拖樹，特別自己都係作定。哦，係啊。作定嘅你熱啊。所以呢，作起來作定嘅，啱啱未做跳作定嘅。我遲啲時間。手起刀落，沒有。我遲啲時間先講佢哋話，咪佢做嘅做按摩羅當出國後生做宰相，就看見割下落去啊，嘅種應變。哎呦，佢沒有請假就完成了的工作。嘅應變啦，那個動作要很利落，不然他也在受苦。你來看咪驚我結準。行我聽數會吃嘅吃啊。係啊，該。你很細啊，唔係當圍黐啊，咁落紅紅嘅時節，你落個棒啊，你後出嚟到上去當冷我結準嚟，先要堆啊去個瓜皮是堆喺去咧。哦，雞皮青好深咧，你係充電係冇？你都皮白嘅嚇，特別嘅，啲半夜媽都係嘛？我成日都有哦，係啊，按重手，動作那麼粗魯，成日都有，就會被碎念就對。過年又唔敢罵，但是又不能係應教咧吼，人家教狀咧都其實唔可以講咧都成日啦，盡量講好話啦。事實上啲成日唔啲偷聽啦，亂講話，後面點冇亂講話，最後點到。唔會從平常時嘅就吃價就大了，還好啦。那你的新的一年還有乜嘅願望嗎？啊，新年新希望吼，因為我做阿婆啦，係阿婆，我冇當驚成日啦。你話疫情咁嚴重嘅時候，我真緊當驚，我真緊希望新嘅一年疫情夾過去，大家吼我出去了，我做埋很發通，我做埋是輕鬆從頭擺咁樣啦。你今年大家真緊隆動吼，因為精神衰弱係對，真壓力太大，小朋友太多擔心啦。係啦，你睇見係唔到好，隨到嘛是還好哈，你係見係用嚟的。個成日細也唔會講啊，唔會買，你間苦嗌啲也唔啲。是小安樣嘅，我是希望講，疫情夾過去，個艾先生嘛好強，睇下我們強就未必隨到。
哦，佢找到嘅時間哦，愛吼從消毒劑人哋佢行動來，愛做噴，真的已經噴嘅啊！你老公痘痘，你有痘痘啊？冇，哎呦，那你天選之子哎！佢噴嘅酒精有效。我人講，佢測到以前，愛強為酒精中毒，愛吼，佢因為平常當佢上班前冇喊啊，總是吼。佢以前抽到佢上眼間苦，佢有同佢做嘅嘢，講下慣嚟佢嘛當間苦。我老客廳用半機佢睇下呢，佢臭喺度嘅，我邊外攞下啦辛苦，裝片盤好，佢食好嘅東西洗好，喺度消毒酒精同一雞盤呢盤，硬部頭上冇以前嗬。全部啦，客廳所有叫經過嘅地方，慢片酒精、浴室、廚房，還給招先到紅地來吼，跟面窗慢片盤，厲害。佢確實冇啲管到房間都難比做。未機關係愛管，哎呦，愛到客廳用半機，房間用半機，愛做成應該更帥。哎呦，正經太陽。啊，希望疫情趕快通過。趕快過去，他才過一個後年。希望2003年是沒有疫情的一年，好不好？好，OK，謝謝。新年快樂啊！新年快樂，回頭休息，好兩片都現在，出獎最哦。好啦，沙下來，沙來，從頂面帶來大嘴故講笑。來，等我啦。山頭月光當空照，天佑來數下了龍，四茶放飯條，天春木有手，地邊無心走，難得來秋盼國家，大嘴故講笑。走走走，看萬人嘅小巴公頭，走走走啊走走走，一走別得萬人笑。紅葉落山頭，月光當空照。天佑來數下了龍，四茶放飯條，天春木有手，地邊無心走，難得來秋盼國家，大嘴故講笑。走走走啊走走走，看萬人嘅小巴公頭。走走啊走走走，一走別得萬人笑。月光當空照，天佑來數下了龍，四茶放飯條，天春木有手，地邊無心走，難得來秋盼國家，大嘴故講笑。走走走啊走走走，看萬人嘅小巴公頭，走走走啊走走走，一走別得萬人笑。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哎呀，亲有抽型哈。对呀对，一条歌有 star 的架势。哎呀，有那个艺人气息，那种感觉，气息，歌又会唱到暗唱得清楚嘞。所以条歌你记得歌吗？没有，是我们邓百成邓老师的哦，之前的歌歌，哎，后堂的条歌，唐有清强爽的歌，哎呀，当欢乐啦，哎呀，今日過年嘛，下禮拜過年，下禮拜過年，因為過年有乜個對你印象較深刻嘅事情？過年我都係哦，想到阿媽嘅吹頭板哦，阿婆嘅吹頭板，要做一麥，做冇麥，做自家不卡式咧，對，這個不卡顏色。哦，安尼啊！正經過年的時節，嘅老人家都會奇怪哈，做板呢，頭擺正經頭擺年都較失望。頭擺阿婆都會做咧，兩眼白眉咪會做，眼本那裡哎呦，全部就係全部用買啦，清秀咧，係啊。我做青苔嘅量。唔過看樣我買就冇阿媽嗰種米頭。阿婆嘅米線哦，正經。對啊，這你看啲北埔買到鄉下嘅米頭，真係較冇咁貴。對，我以前啊，一要大沙有大沙副卡嘅米線。對，我以前啊做喺潛度，都喺客家人做嘅，做喺要安尼阿婆嘅米頭，係啊。阿公園就會石板咧，阿搞料啊，印象清楚嘅就係講細家啦，細家，個四川人啊，全部講夾吃飽飯夾細神，夾嗰阿 Q 幾片，哦，充點落兩鳳包，阿 Q 幾片當要啊，係啊，其他冇啊，我中意啲阿 Q 啲啦，阿 Q 我喺度帶線嘅咪嗬，阿 Q 帶路嘅啊，係啊。哦，路嘅人穿較多，諧音我冇穿出來，路嘅，先問爸爸媽媽熟的那個，還有錢，還有年紀啊，這樣有嗎？這樣有，阿娘爸爸媽媽都冇本啊，去 call 阿 Q 本，阿 Q 拿出來當樣本，阿媽媽當然有本啦，有啦，媽媽係最辛苦，拿到我錢能用本，所以買東西啊，最重要就係買蔥誒。葱誒，細家轉來買蔥，搞嘅葱嘅啦，係細拉係好搞嘅。哦，對，西紅柿有那個方野大鏢客有冇？那種就有一種天真的夢想，以後是不是要做槍手？槍手對，做蔥手，還有那種武俠片有冇？哦，諸葛四郎對啊，我想我上去山當過拜師學藝的。哦喲，真的啊，對啊，就有那種俠客的東西。你要年紀太易了要。細個想到按神奇，咩千定影響啊？啱啱嘅樣。對啊，工人要拿到紅包錢，都要去奪貨啊。係啊，因為奪嘅人貨，因為本年百。哦，本年百，對。唔會做嘅，正義先會做成年嘅。對啊，會學教啊，同學。應該咩關呢？係學教地位都高啊。但是全部都料錢，係，咁唔料錢。因為本同學白教誒。啊，冇本錢啊！啊，用做唔得做唔得。咁新的一年有乜嘅願望喎？哦，新的一年啊，千希望我就會讓阿春節嘅嚇，我知啊，前2年咧出一種轉型嘅嚇，又到疫情又來啊，嗰個又到到捱到個整理門面啊，都止牙哦，牙齒，你牙齒以後咧，但係牙齒發到幾百萬哦，百空灣嘅對啊。哦，青音只能做陰影呢。再來製作一張專輯，哦，再找老師幫我們嘿。哦，尤少奇老師幫你製作，蛤蟆老師，有一種做得不差，整個質感啊。謝謝，我們謝謝尤老師。對，啊，新的專輯要做客家話嘛，也係強用河洛話。盡量以音樂的客家為準啊，哦，係啊，這是沉澱啊。對，你好唱河洛歌就河洛。客家一般都在產的，對。哦，我做客家三數，啊其他河洛，我做河洛三數，其他客家沒做的。可以用蠻特別自由配。對，好不好？好，希望你這個新的一年的願望能夠加個成功。好，謝謝這些多謝，回座休息。什麼等你開講？楊子姐，好了，撒下來你的好朋友哈。撒下來，哎呦，你倆身份冇強用嘅。賴松權帶來客家 soccer。cái sông ngày kia
有时间也所在也美，差不多出世界合法。拥抱有着黏黏的发票，俺每条是爱按上桥，使我卡绑来转去。总的其实都袂死，伊山的叫嘛介绍，怪天怪地也无效。阿卡萨个干脆哥，真苦涩不够强要，阿卡萨个流汗也流浪，阿卡萨个台上走，马就总爱个信仰。烦恼咩唔怕，跌倒又哭颠倒哟。爱上爱去，我是海呀所在呀美，他们都说世界合法。钱包有着黏黏的发票，俺每条是爱按上桥，卖好饭包来转去，生包当很满是，山的叫嘛介绍，怪天怪地也无够。最高，真苦涩不够强要，阿卡萨个流汗也流浪，阿卡萨个台上走，马就总爱个信用，烦恼咩唔怕，跌倒又哭颠倒哟。错棚了，越来越有味道了你。不敢，那应该啦，你好挂点滴哦，拿点滴夹。罗哥好久不见。那个不是，那个我很有经验。对啊，那个我很有经验。拿点滴夹。那个我很有经验。对啊，让罗哥走秀一下。好嘞啦，公演。不要怕这衰哈。哎呀，哎呦，赖松群冇用用嘞。对呀，哇，你现在你要冲过，你现在好有明星样哦。真的，冇有被讲。不管咧冲过呀，身材都审查清楚呢。身材有咁有审查？冇啦，有卡车一些吧。你10公斤呢？你不胖10公斤？按你供出来，你要供你，我讲你的哦。你讲我什么？你讲我什么供啊？一直都长这样，不用。哎呀，对，这他也可以用一下吧？还有松柏雷，松柏雷要提高哇，6年了。6年，差不多嘞。6年。哦，要中间佢經常避水啊。係啊，要避過冇？有啊，後來就衝來個位就下去了啊。邊打退？就給我難看。就會開始就是那個蒙恥，嚴重的那個自尊心被打擊啊。係啊，就一度想要放棄唱歌啦。沒有啦。哦，那還好你沒有放棄。你現在聽說你這個團，佢哋客家朋克天團呢？冇啦，就後搞啦。後搞就鬧事的團這樣。哦，客家音樂就會講韓東都會音樂嘅發展性啊，就搞可能就錯嘅啊，要冇唔會講用嘅，係嘛？佢哋阿曼那伊表演啊。係啊，興起都係啲展現出來啊，對啊，做起家。係好做起家，好做起家。今日係過年嘛，過年一定要講到嘅嚇，分享一下過年嘅經驗。過年係啊。其實我過年吼有那個經驗，就是酒醉啊，是酒醉有買經驗。哎呀，除非講是酒醉，除非講是酒醉啦，還有就會其實就會唔知好還是唔好啦。應該就會來台北做些嘅時間啦，因為太好
毕业以后就台北做事，去1年哦，结果过年的时间就没法度转没有力。哦，用要轮班吗？要车班这个天台上班啊，因为天台24点钟都会有嗓音啊，就会容易音控也可以变成侧班啊。那你算是菜鸟啊，就你就会留他的留守，就认命一点啊，真的好可怜啊。就提台北来做个年夜饭啊，七家买饭啊，买好料的啊，买酒啊，政府卡七家赊。就用视讯老夫卡去安尼来过年啦。那好可怜哦。但係唔會留意看做迄陣吹過嘅事情，留意看做迄陣係離家嘅開始，大片嘅慎重嘅開始，起步的開始就係啊，呢種是追求夢想嘅世界啦。你部卡有像是迄嘅一種避風港，講難聽一點，它是一種絆腳石羈絆。因為賴爸賴媽絆腳石，因為太喜歡我的家了，有時候就會太依賴家裡啊，過年會轉戲，要年會轉戲。因為其他家父可能感情親厚，對啊，反而自己這樣獨立出來，展現不一樣的。印象很深刻啦，嗰時可是那個想法就過一片的啦，會變就會獨當一面。係啊，跟沒親久以前呢。有什麼7年、5年？7年哦，那你張英時的時節，我還不知道你有這段故事，我以為就是個紈絝子弟而已。你看，現在你看2年了，對不對？對啊，天台要柱子都懂好，蠻耐表演呢。對啊，又樂團又正義來，就會好搞，因為嗌到團員就會好開堂樂團啊，好搞啦。其實咩客家人啊？哎呦，因為按呢。因為按呢好按呢樂團啊，按呢較搖滾嘅音樂，來了解客家文化，變那種反向操作也是蠻有效應的。氣氛嘅，他喜歡當然就是比較特殊一點的，要不然就是很有音樂性。最近青島還有上映氣氛呢，真的啊！調下你嘅錄影嘅空檔嘅期間，還叫別人幫 IG 按讚，直接繞過我，你幫我 IG 按個讚。你看最近前一陣子，你看一首歌幾天而已就300多萬了，那個可不可以？我覺得你也可以走這種路線。放進去一下下就好。就想要走這個路線。對，你看這種歌，對啊，一下幾天而已就幾百萬。有些外國。你看我的那個什麼，我們擁有多少才夠？我認真的這樣子去詮釋那首歌，已經出來好幾個月了，才也是10幾萬的點閱率而已，也是很厲害的啊！挺厲害的，真的，對呀。最近又推出了 MV 版的，MV 版的，他有一塊呀，蠻感動的，一定要看一下。對。還有高年在急診度過的經驗，真的，那真的很可憐。對啊，還有2擺哦，2擺，公演啊，先講第1擺好，第1擺就會就會不偏啊，就會太過凶的呀，就會腸胃炎嘛，是痛多的呀，不偏，大魚大肉是痛多的，不偏子，模子有數字，對不對？規家人就不應該提個急診室過年，真的呀，就是痛多，那個大魚大肉是痛多啊，哇，公演多多，我看你啊，你心情就會覺得哎呦。又度後安妞，沒冇辦法，這是有點觸霉頭的感覺，也沒有到觸霉頭啊，就是說，你覺得這個過年好像會覺得蠻失望的，怎麼剛好遇到這樣？聽1擺嘞，聽1擺哦，就會算甜蜜的故事了吧？哎呦，你應該有搞過一張女朋友給他護理師啦，也是要值班啊，就去脾氣上班啊。哦，你脾氣上班哦，我皮不看人，他脾氣啊呢，張迪哦，係啊，就2種人啊，冇鬧到嘞，自己開心就好了，對啊，開心就好啊。那個急診室跨年的氣氛也是還不錯啦。你急診，你又不是醫護人員，你去陪他，然後你幹嘛？因為護理師啊，很多這急診嘅診商、醫生啊，都跟我一起來跨年啊。哦，還會一起跨年哦。就相當呦，給有偏影也不用。互相打營養針這樣子嗎？我來，大家在裡面5、4、3、2、1，一起來打針，希望旺旺旺！
这样啊，不能忘，遗言底位途中的，忘，然后芒果都不行。大概就会感受到，大家就会，这个过年啊，有一种气氛吹。过年没大家年度都得按呢反露过年啊，对吧？大家还是有很多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没错，没辛苦。对，辛苦了还是有了哦。那做的宣传爱我团嘛。当然，就新的一年你的愿望嘛，你的新愿望嘛，就给你宣传一下。好，这个那个吹歌我团啊。吹歌就要清吹歌，吹歌乐团。告诉你我小请给发请给吹，就是个米字边的。纯粹的粹。纯粹的粹。污垢的垢。吹歌。没错。吹歌，他们还有贴纸。贴纸。送一半拿一他不爱。最近会发行的啦，还有我们有些准备来就会。新的作品啦，忙连其他一下啦。对，过来重建梦。没问题啊，客家字体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罗哥做得了那个 featuring 一下吗？可以来合作一下吗？哦，真的，可以吗？在这边邀约就是情绪勒索嘛。哦，真的。你看罗哥没在甩你情绪勒索的。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哎呦，你可能喜欢哦。许愿啊，我来这边许愿啊。好，谢谢你，加油啦哈！好，安子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加油，好。要不要走了？为什么今天大家好像都不太愿意走呢？为什么？对啊，还唔走？还没哈，来撒下来。韩语团係總飛帶來一條髮。好，來唱歌啦。卖盐巴的店对面刚好有个彩券行。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会去买彩券。那结果他们两个心血来潮就去跑去买彩券。他们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跑来找我说：“妈妈，你看。”就把那个刮刮卡给我。我从来没有玩，我不知道要看什么。我说看什么？他说：“你看那个刮掉的。”我就个十百千万300万，7位数。看着他们说：“对，妈妈，我们中了100万。”哇！我吓一跳。春天给你头发，给点次寒茶，痛爱
那个哎，给毕先生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年我有唱的都很老哈。对啊，你不是去参加蔡琴的那个演唱会？这个头发很美哈，我们蔡琴姐姐设计的哈。结果我确诊没有唱到，到现在都一直咳嗽。嘿哦。是哦，还没有完全好。我记得有好几个礼拜前，你就说哦，你那跟我躲来躲去，我今天好怕，怎么样？对。跟泰嘎讲哈，这个确诊这个很奇怪，因为你越害怕，像我刚开始，因为还有时间嘛，我就家里的人啊，什么都陆续确诊，身边工作的人都确诊，哎，我妈在讲呢，就是陪他照顾他们啊，帮他们送东西什么，我都没怕。越接近演唱会，我就越害怕，我就越小心，口罩戴紧紧，结果我就确诊，还是确诊，很奇怪，很奇怪，墨菲定律，对呢，到底是哪里传来的？就是觉得给生眼神就要那样，你就想开一点哦。虽然你好像就是没有唱到，但是就是很多事情很美的发型，很美的发型啊，然后学了一些。台步，有时候这种安排也是，搞不好是一种最好的。也是眼神，就是你赚多少钱啊，什么都固定啊，不要想太多。对，就是身体要养好，因为前几天录音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合音，怎么渣了？我们两个确诊嘛，我们两个合音都确，那一场对梅满姐也确诊，我们两个隔一天，所以这一场蔡琴就没有合音。哇，她直接在台上说，哼。我的合音都确诊了，我自己跳，因为我们要下去跟他一起。有看到新闻呢，有讲聊天事情。我们两个一起录音，结果我们好像在表演咳嗽秀，因为都还没有完全好，就声音还是哑的。会啦，他会好。刚刚讲到赚钱，应该过年好像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经验哈。对，其实说到过年哦，刚才唐泰嘎秋。全部就跟我小时候的经验。其实我小时候超怕过年。过年应该很开心啊，除了领红包，但是娘妈妈就是很严格。过年的时候我们从除夕就很紧张哦。你们是书香世家吗？倒不是这样，而是妈妈就我爸爸还好，但妈妈就是很怕我们说错话。做错事，所以从除夕开始我们就非常紧张，拿碗也握得很紧。拿什么东西都拿很小心，有青头规矩就出来，青头规矩绝对不能有东西掉地上掉破了就岁岁平安啊！他会记一整年，真的对。然后我们万一那一年如果不好的话，他就怪你，怪你那个过年打破一个碗。然后呢，我们还吃东西，绝对东西掉了就捡起来，不可以拿扫把嘛。对，年初一中的收听，我们是初一到初三都不行，初四终于可以拿扫把了。他非常的严格，所以说我们过年就很紧张。那么传统。慢慢我们长大了，我们就我开始有小孩，对不对？哇，紧张了，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小孩啊。所以过年就蛮紧张。你有把这个传统的这种思维。有没有下来？其实没有，因为我是基督徒啦，我就是没有在算这个过年脏了就扫，对，没有什么差别，没有特别忌讳。其实说到工作，我其实我不知道罗哥，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作秀嘛，我过年的时候超爱作秀，也很爱到处去唱演唱会。钱不他多吗？钱汹涌，你往哪多？丰薄，过年，而且以前就是除夕夜吃完饭作秀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哇，就开始去作秀了，我就不用在家很紧张，我会不会讲错话？那慢慢过了几年，就演唱会卡抖嘛，那我们就很喜欢出国唱演唱会，因为每一次唱完晚上的时候，哇。歌手就包红包，然后主办方会包红包，对，因为我们出国常就是很多香港朋友啊，他们就会包红包，然后带我们去吃非常多好吃的东西。你还记得有一年还去印尼，哇，那个台商就带我们到他的俱乐部去，哇。那电视啊，什么都好大，里面大家在里面嗨翻了，开好多酒，这样子我是不喝酒了。但是你真的说到我印象真的很深，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倒是有一件事情，对，我也听说这个两千例会，从来都没有告诉过别人。就是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我爱来结婚嘛，不要咳嗽，我已经过了。不会传染你，不会传染你。好，就是说
他结婚了，我儿子结婚了。2000年的时候，10几年前呢。你是2年没，2020吧，2020，对对。哦，6年前啊，6年前啊，嘿。20年前来还蛮久的。2000年我儿子出生。好，那结果呢？我们家就多一个媳妇跟我们一起过年啊，懂欢喜哈。对。那但是我的妈妈已经不会煮年菜，那所以我就会帮忙煮。那煮我们家就没有盐了，说啊，你们2个去买盐吧。小2口就我媳妇又怀孕了，又怀孕，然后他们俩就手牵手很恩爱，然后去买那个盐巴。我们家盐巴的对面卖盐巴的店对面刚好有个彩券行。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会去买彩券，那结果他们2个心血来潮就跑去买彩券。我儿子呢选就选那个。这一般人不会选的44号。哎呦，对，他就选了个44号，然后42、44还是什么的。但因为我记得这几个号码，这2个号码是因为比较特别。他们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跑来找我说：“妈妈，你看。”就把那个刮刮卡给我。我从来没有玩，我不知道看什么。我说看什么？他说你看那个刮掉的，有3个一样的，3个一样的，对，3个一样的。我就说怎样？他说你数一下，我就。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7位数。抬头看着他们说：“对，妈妈，我们中了100万。”哇！我吓一跳，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吗？然后我就讲不出话来，拉着他们就跑去找我女儿说：“我就跟我女儿说，心肝，我叫女儿心肝，说你哥他们中了100万。”然后我们家女儿很理性说。赶快存起来养小孩，然后我们对呀，我们就一起就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就是因为2个小朋友结婚要生小孩，给生他们也某公懂有钱嘛，没有说存很多钱，所以刚好这个100万就让他们可以及时雨帮他们处理，然后又缴了那个机车的贷款啊什么的，对，所以真的觉得孙女带财，媳妇不会忘记，懂特别的一个经历。最近生了嘛，对不对？恭喜给喽，恭喜哟，又做阿婆，对，用的阿婆，阿婆看不出来。这第2个是孙子啊，一男一女刚刚好。那你新的1年的愿望一定是希望全家和乐啦。对呀，我新年1年的愿望当然就是希望说我们全家都能够很和乐，然后大家也都能够身体健康，然后有个小孙子了嘛，然后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还有一个就是我女儿今年要学测了，考大学，她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考上她理想的学校。她想要考到什么？对，她吗？北艺大、台艺大，或者是但是艺术大学、艺术方面，因为她是学表演的。他又爱 cosplay， 对不对？对，老师也很喜欢。是啊，但现在很忙他也很忙，我也很忙。对啊，他刚好读那个学校很好。对，希望他能够很顺利。不会，他最近还考过日文检定的那个。检定考A3吗 ？A3 很厉害，那很强哎。对啊，他喜欢呐。喜欢的东西很认真钻研。那有没有问题啦？愿望能够都很谢谢慧老师，谢谢来回做休息。哇，100万呢！连200K 都不会算。我有时候对那个发票200块都对好久，都对不到。对啊，我主发了一大叠有毛，200K 都冇。好了，今日非常多谢，感谢好朋友。以后也新年都怎么样嘛？今后搞哈。那希望真的大家新年演做的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家庭和乐。哎呀，好，安尼撒下来，安尼看一段精彩表演啊！来。介绍认得这首歌，它是我4年前的歌曲，它之前做了2次版本，一次是在毕业之前，另一次有在毕业之前，一次在毕业之前，真的很妙。老年音乐会，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的来宾啊，所以讲我哋腔下啲演艺圈那种腔同神宗啦，腔同神宗啊，然后你腔同神宗，要不要请走起咯？说走起，你是去走起是出来唱歌的，但是后来看佢啲嘅演艺圈发展得以后，神宗都
一沾啦哦，所以看到吃到清欢喜就错嘞。唔但像迄样用咧，佢要唱歌，佢要创作，还要主持。系咩？乜个小，乜个东西都冇。乜个都冇，主持都还得到广播、金钟奖嘅节目主持人可以嘅。非常恭喜。系嘛？佢冇要帶一位新嘅朋友嚟本人嚟認識下。佢朋友真係當多。當多啊！我創學堂喺講嘅。當我發覺啲音樂嘅。創作嘅同好嘅歌手，係你嘅鬧熱的人蛇集團。哎，是鬧熱的顧問之一啊，最強顧問哈。等下再好好嚟訪問佢，現場佢就創一條後堂嘅歌曲落嚟，哈。來歡迎七十二還有魯智雄。一個天晴，黑暗等下雨，天邊睇等待。遞來的一場摩天，深深呼吸，習慣你如同氧氣，關誰用一個累了又醒，放過不過都不管，情難當然會。因為愛用莫強用地馬街去捉交，到天光分清來去自家的熱鬧，說是有魔力嘅暗呀。火燒的分叉不見陽光，卻一樣遇見死角都蒸發，仍可用盡人的風景，人的你。雨走天晴，黑暗等下雨，未必該苦澀等待，遞來的一場摩天，深深呼吸，習慣你如同氧氣，關誰用一個累了又醒，放過不過都不管，竟然回應想來想去差距，因為愛用比例，莫強用地馬街去捉樣。對天亮身份寫下人複雜苦惱，手是用着力給哦，總得也擺沒相愛空，卻一樣遇見死角都蒸發人的用情，人的用心，人的你。高峰風雨嘅高興，落雨從太易，都愛轉移，風輕嘅愛浪意。都強用一百又一來出樣，對天高當地幾家人幾家的熱鬧，手是用魔力嘅。也擺無相愛空，真假比手中愛一殺人的用情，人的用心，人的你。
哦，哎呀，刘碧好，子祥好，你好。哎呀，两位这个创作老师哈，真的，好好听哦。就是无腔样的感觉，嘿，头摆十二个，老十二个头摆个亲无腔样呢，很不一样。就是听起来就蛮冷门，不是，就是蛮难驾驭的一首歌曲，对，蛮难驾驭，尤其嘿用啥给某腔样语言要这样子结合对串是不容易的。这个目前来讲，放眼望去，这个从人类自古至今。盘古开天到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做过，有按夸张哦。有吗？好像没有。应该冇，就用国客。一般来讲，华客喺讲，譬如讲佢线上华语啦，一赛团，要么我把它设定成同像你也看外国的电影，我们在看国外的电影，它讲的是可能是不同的语言，可是底下会有中文字幕，譬如讲大家同时，同哈抄。所以看电影的时候，如果看外国片，我到底是要看字幕，还是要看他们演戏？没有，就要看你听语言的能力哦。是啊，是这样子啊。对，叶树哥。以我们来讲，当然是看字幕了。哎，很棒哎，子祥新朋友，对啊，新朋友，卢志雄，你好，哇，很年轻的新朋友，也是帅哥一个，帅哥一枚的，真的。开始从事音乐是什么时候开始？大概4年了。4年的时间，7年的时间。一开始给周黑还在太后上，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目前毕业了。我说他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时候就发片，还可以毕业，还不错。而且是科班哦，品学兼优。係啊，其實佢啲一般嚟講，佢啲 indie 啊，也係講，譬如說接生啊，也係講 YouTube，他還有幫人家接生啊。沒 Street Boys， 哇，第二個，好，羅哥真的是 Street Boys， 羅哥真的是主流市場，大家都不知道，你很主流。佢只要一發行嘅，任何一首嘅歌曲都得到很高的聲量。我相信。是。唐兩條歌嘅音的，就很不一樣哎。我覺得哲偉哥的唱腔也很不一樣羅哥有嗎？他的唱腔一直都很棒，而且還是越來越爐火純青。唔過佢係看歌獻唱嘅啊，希望看兩條歌嘅音的。對，佢唱馬歌，有乜係歌獻？他是有唱兩種歌獻的歌。我要謝謝製作人，製作人也在這邊。製作人整個就是給攏來調整咯，當某腔，不給講讓他說話啦，認得這首歌，從華語版本改成客語版本。他會說話，對，會，他比較慢一點，很像早期的你，他問一題，大概想30秒。他從進來到現在只有對，比較好。我早期想半個小時我還講不出來，那他比你好一點，就是。來，介紹一下。介紹認得這首歌，它是我4年前的歌曲。那4年前，然後就寫好，然後賣不出去，然後就調整再調整，調整再調。他之前做了2次版本，一次是在畢業之前，另一次也在畢業之前。一次在畢業之前，真的很妙。2次在畢業之前，對，是不是？就是這2首歌。還是你讀的學校太多了？沒有，有2所學校同時畢業。就是這一次認得來到華客版本，帶來不一樣的生命的力量。就是在一開始我創作它的時候，那是很朦朧的，它是我很想對，我很想理解為什麼我現在會有這樣子的想法。我其實那時候對未來是迷惘的，我想着這條路，可是我不知道那一切是什麼。那這首歌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寫出來。那後來有一次到了電台宣傳的時候，我遇到哲偉哥，對，然後哲偉哥很惜才，你知道嗎？對，他非常惜才，真的，跟你一樣啊，他很愛惜每一段情感，差多了。因為給了宣傳的時間，他在宣傳的時候，其實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我之後老天爺對我很好，他都給我一個很敏銳的感受，我就覺得給東西給拋太好嘛，發片了就覺得新人為什麼我覺得你不開心？你不是喜歡音樂嗎？你為什麼不開心？給這個宣傳的時間，我好像只問他一句話，我說你現在的你開心嗎？是你做你想要做的事嗎？他在 live 就給我大哭，因為我說中他，真的。對，然後是家人有反對嗎？還是沒有，就是自我懷疑的過程。對，就是身邊的人會做了他們在做的樣子，可是當你去看着的時候，去聽、去比較，會發現很沒有力氣，會發現很多
很多你根本不懂的事情。你现在你要慢慢发现，到底你是鬼还是鬼才？鬼才没有，你懂自己讲。你如果是鬼，做音乐就很辛苦。你如果是鬼才的话，那一定要好好的把音乐传承下去。所以你要做到鬼才知道。所以鬼才做音乐。鬼才。我现在宣传新专辑，我不可以太闹。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给梁史安呢，爱出吃到，我觉得我要给他鼓励，因为他很有才华，是，然后又科班，然后他做的东西给梁史，他是现在年轻人就是很没有，他就是在学的东西。就是你说他做了音乐，在那个时候啦，然后我就给他一些鼓励。其实我讲正经的啦，因为当然来宣传，我觉得有时候你听太多，真的我真的听太多，我很想给他鼓励，但是我又很怕说我说了太多，做了太多。你说很给波，公安都嘛，很多人假会倚老卖老，是不是？然后我就不敢。就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就变成脸书的朋友，我常鼓励他，我说：你不要做你自己不开心的事，莫做你自己莫欢喜的事情，而做你自己欢喜。不一定擅长，但是一定要开心跟快乐，这很重要，真的。然后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就是喜欢唱歌嘛。没想到这种兴趣，它竟然变成一个职业。然后对啊，那你像你有这么好的才华，那就是要把它这个宣扬出去，彰显出来，就是精炼自己。对，要让它拓展出去。是。后来给龙史给就龙来讲后，他就说：“这位哥，谢谢你鼓励了我。”他大学后来毕业了，去当兵了。这一段时间，他一直说好，他说：“这个我有一天一定要帮你，因为你帮了这么多人。可是你有想过你自己吗？你自己要去哪里？然后每一个人。”结果你又哭了。我没有哭，我很感动。但是我说实话，给龙史我会觉得说，很多人都跟我说一样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人真的帮过我，除了你。没有啦，我在讲那个时候就是后期啦，然后。他这件事他就一直记在心里，一直都给演出。今年年初嘛，他每年3大节都会带着经纪人，然后送礼到电台给我，我都很感动。他3大节一定送礼，他从台中上来送礼给我。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这哥，你最近是不是就是低潮？”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要帮你做一首客语歌，我帮你发，我说到做到。”就这样子，他把这首歌拿给我的时候，正好是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很意外的，就是我第一次写，我常常都写别人的故事，写佩萨的故事。那一阵子可能因为我真的心情很低潮，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好好跟自己心中的哲伟说话，说我真的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很像什么？我的节目都在晚上最后一个，对，然后我很像最后一班的捷运车。末班车，然后每个人来，我都带他去他要去的地方，可是最后我要去哪里？就是这个意象。然后就像我有一首歌叫《后台》，对，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后来他带来这个作品之后，我很快的时间写完，没想到我们2个就是一拍即合。他的国语也是在跟他自己对话，然后我就用客语用我自己对话。这个真的是不会互相打到，不会这样，不会，跟他牵扯到。那个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是哈嘎发，鼓手讲我要修他的音，对创作人来讲要修他的音或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创作人，没会讲过，好像不尊重原创，所以我们在客语跟音乐的讨论当中来来回回很多遍，来尽量用来自家做的我自己的能力，让客语能够咬进他原本的歌里面，所以华客一起出来的时候，我同欢喜10月19號發行到2當道的 DJ 啊，還講很多聽過這個歌，不管客家人也好，也唔係客家人也好，都喜歡的作品。對，雖然是不同語言，但是有對話的感覺。對，這種對位歌啊，其實真的不好唱，會被拉走。我超怕被拉走。對啊，是。聽說這個子祥今天還有帶自己的作品啊，自己單獨的作品。哎呦，那是溫柔的荒蕪之光，那是溫柔的名字很長，對，就很年輕的時候，他講話，對，跟他的歌很有文青的，對，所以製作人就跟我說，這個你等下那個說話的時候不要一直說啊，要給他一點鏡頭。可是我要給他鏡頭的時候，我很怕人家覺得是定圖。我覺得唱什麼歌？他就是娓娓道來，溫柔的，荒蕪之光。也很棒。好，现在大家很喜欢文青的这一块，舒服。来，唱一条歌来。
喃喃说着无法温柔，却比谁更爱灵魂的发亮。曾以为自己非比寻常，梦会带着你去远方，终究跌倒被石块所伤，一枚迷惘，一枚彷徨。其实果断的决定也没什么不好啊，只是不能紧抓回忆不放。该来的其实都在路上，走慢了步伐未必无常，错过是火，那些荒芜也发光。刚苏醒的坦然正视，却无千真万确的是我吗？是什么让我伫立不动？是怀疑再走不远吗？即使不堪一自责悲伤，依旧勇敢微笑不慌。其实未来的轨迹本就无法编排啊，错过不会全化成为零啊。走慢了步伐未必无常，错过是火，那些荒芜也发光。掌心的你，哭泣也罢，交汇的那刻迎接吧，面对相信的你，寻回这世界，期待他人无关的执着，煽起烟花。真的，他好独特。而且刚刚是不是这边有一个结界，都不敢进来？有结界在自己的你头晕对，荒芜之地发光的感觉。结界有没有？这有结界。我们刚刚都不敢叫，刚刚吉娜推我，叫快点，然后说哦还好，还被挡住，然后我就叫我们赶快把结界打破走进来。不会啦，你冲狗有给其他的，它有它独特的气味，对啊。而且你们有听到他自己的有他活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唱歌就是要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有听到他很独特的尾音的那个颤抖吗？对，他很厉害，他那个天然的，他不是刻意的。对，而且他那个颤抖好绵密，那个 vibration 那个对，很特别 vibration。哇，我听懂了 vibration。我终于会一个英文真的单字，很棒，你赢得1分。好，让他说说刚刚唱歌的特色。这首歌嘛，它那个概念大概就是人们都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说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那究竟是哪里，会让我们发着那个光芒？即便
那里哦，你没关系，100年之后你就知道了。他现在比较想要到意识里的那片发光的地方。真给哈。那我们朝着它走去，那我想用最原本的样子到那边，那就是我们想去的地方。隧道那头的光吗？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要告诉大家，就龙太阿讲，其实你不管行几演，不管 Hero Navy， 你千万不能忘记最初的自己啊！我觉得这首歌初衷对初衷就是一直在找寻自我的过程，对，要黑暗当中找寻那丝光。罗哥，你真的很会，很棒，真的很棒。好啦，对，讲我俩佢咩客家人嘛，T by 2幾來，那要唱那个客家歌很难，很難，我有教他。有唱嗎？根本冇，佢從英地地度有客家歌詞啊，剛剛香港來咧 V 種客家朋友搞幾客家話，讓你學習。我是盧子祥，沒有，這是華語。你看是不是很好笑？矮黑魯智祥。奶不是奶是矮，有黑鲁智祥，吃饱嘛，吃饱嘛，哎，就类似我们，你好，吃饱了没？吃饱对啊，吃饱嘛，哎，吃饱嘛，吃腰的嘛，做唔得啊，腰的冇多食，哎，还有张磊了。张磊了，也类似我们再见的意思。再见，好，张磊了，哎，可以哦，真的。张磊了，那你还记得刚刚名字怎么念吗？矮黑罗在这，鲁智祥，矮黑鲁智祥，做对吗？做对，很棒。所以你以后到客家村，其实他给接要去投研啊，他改。地方有演出，有问公来讲，哎，哲伟老师，我是不是有几个客家歌可以唱什么的？我说，哎，现在有啦，认得就可以。认得周的啦，哲伟老师的歌也可以，很红的嘞。唱 C 莫安讲嘛。啊，对，可以。C 莫安讲。C 莫安讲，罗哥，我们客家最红的歌。对，对，你要对他说 C 莫安讲。哎呦，给你点福利可以不可以？C 还不错了。他今天戴口罩，但是他嘴巴已经笑到这边了，因为难得有小鲜肉。不会，每次都被我们逼迫。对，听说今天好像也有那个新作品要介绍给大家啊，哲伟老师的，对，他们都有新作品。3号人爱喜那作品，也是首唱，要苏国可能的向日葵的向日，嘿，感觉很阳光哎，很不一样。来躺过来哈。1999年那时候有出一张这种男合唱的台语专辑，那真的是那是第一张，我们是开天以来，对，我们是第一张台语2重唱，是创纪录。用心等待幸福顺天，一生美丽开始。你讲小丘花开了，爱看你头来来笑了，当中走身长长的空气，林暗凉凉的水，掠起爱，不是看过的你，爱带本你。愛惜嘅隔壁，你愛我悄悄來看你，你講做得，男愛也渴望，就愛用點點無辦機，愛答應我突轉去，向定一條。嘅方向踏出去，光線長的你冇細細，
色嘅隔壁，你爱我接接来看你，你讲做得，南来嘅夏末，手爱用点点无半句，来答应我吞转去，向着日头嘅方向踏出去，讲声长的你无事事，虽然难白袂用的无言甜，也未爱看爱的行下去，向着日头的方向踏出去，讲声长的你无事事，欢喜悲伤都爱一家联系，爱伤心，念单枪爱用听听，心田总有北风落雨，爱从泰山起伫隔壁，偏伊行过一年四季，向着日头的方向踏出去，讲声长的你无事事，欢喜悲伤都爱一家联系，爱伤心，念单枪爱用听听。奇怪，很动人的一首。为什么你现在唱歌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历练不一样，真的知道哎，年纪也大了，真的。对啊，有啦，其实每个人都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上纤维某空用哦，超哦，好像我其实我会觉得更有味道。我每次都听罗哥这样讲，我自己我自己冇感觉到啦。特别上较亮较尖啦，共鸣点较低，屁拱头腔。现在那个中低频很好听，现在好温暖哦。谢谢。然后又稳，那躺着就好舒服。张弛有度，就是谢谢。不管是高音、低音，然后气音都很棒，好像到位。可能因为啲按东人，虽然讲没有去驻唱啦，讲啊自家喊你接有练习吧，唱歌啊、节目啊，也系讲。大鹏呀，然后个大蕊头，仅存可以唱歌的节目，就常常有一些有的没的。真的唱歌，我会觉得很开心啊！真的，起码要放眼望去，天师腿真的做在唱歌摸鸡腿啊，真嘅摸鸡腿，真嘅摸鸡腿，就是他就要多支持啦。系啊系啊，列数喺收入在哪里？年代而发行了一种合戏，很多心中有一座山。每个人心中有一座山。他后来叫心中有一座山，心中希望每个人就不一定要每个人，就是我的意思说，把那个拿掉以后，心中有一座山，其实就已经讲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你要不然他去懂那座山就会阻挡你的未来。没有，
因为 NVIDIA 懂还是当你的靠山也可以，没错。山里面有很多宝藏可以让你去挖掘。你要不要他去懂 TPN 杭州、女府、内湖、士林，然后那个叫什么可以泡汤的地方？北投那个地方。有蔡依先生，还有罗思荣老师、黄子轩，还有一凡。这是我跟一凡有做远课，都是客家界的大咖。还有叶颖。新的夜啊，新生代，他 TPN 爱老一凡爱，刚刚我跟子祥是做华客嘛，这次我有做原住民跟客家原客，希望没有机会了，我在2B有看你播，对，你们要一起在录音室再来一次闹热音乐会哦，希望就是很特别啦，我觉得当感车，当到音乐人啊，也音乐单位合作得相当爱，因为本太个看到爱继续创作，继续啲音乐了为大片。对啊，係啊。家嘅鄉人吼，係講一下啲故事，故事其實當感面。你要辦個 NT 都按到 V 手，我們去找這個小農，還有農場。加上農場去很多向日農場。他去找向日。你懂貼片咯，你種東西，可是種東西的這些人是誰呢？就是因為農場的主人哈，陳先生，他本身是更生人，是，所以他一直很了解更生人本身要在社会其实是很难的，要立足，所以他就跟很多就是跟那个单位合作，跟我们的行政单位合作，就是吸毒的。但是你表现很好，在后期你就可以来向日农场，等于是说服务你最后的刑期，但是顺便戒毒，不是顺便是主要戒毒，然后在农场也做一些农事。古时候跟我们练农场，会不会在农场刚好哇农地很多，他刚好可以种一些？没有，他们其实很像军队一样，我有发现他们真的军队。然后不要污名化人家。迪拜东东你有几个故事，譬如讲两班爱希有一个老师，一个女老师，她本来是科技业。他很奇怪啊，他做科技业这么多年，他的心中就有一块，他觉得说，好像不是我要的，有点空虚。对他喜欢种花花草草，他想要回归到最原始，因为他可能科技业，他觉得破坏这个环境，他心里过不去。返璞归真。对，返璞归真，他就辞掉他的高薪，到农场当老师。老师？对，他就是教那些。教这些更生人们，然后种田，然后教他们上课，然后管理他们。然后这老师很漂亮，然后我就说老师你，因为他那天跟我们讲个故事，他说老师你看到那些恰龙恰红，你不会讲哦。他说我当然会怕啊，每个进来都有前科，我当然会怕。然后这个向日就是老师跟我说，他有一个学生，我们都是学生嘛，他说他的命运很坎坷，就是他父母离异，他跟妈妈住，他就走偏了嘛。他来的时候。就凶神恶煞，每个都凶神恶煞这样子，然后他很怕他，所有人他最怕他，他觉得他会被杀掉这样。有一年走神，他就看到人他在扫地，他在除草，然后他就抬头看人家老师，他说完了，我要被杀了，只有我们两个，因为他很怕他都不敢跟他讲话。老师很难得怕别人，就那个老师他就慢慢走过去哦，拿锄头走过去，女老师。绣球花开，你的绣球花开。哇！跟老师跟绣球花，老师说啊，原来董你外表看起来很凶恶，其实内心是很善良。他可能因为背景的关系，他可能就走偏了。结果慢慢的，他就服刑期满了，他就回去生活，回去跟妈妈生活，回归社会了。然后因为他是独生子，可是爸妈离婚了，就妈妈在那一年就改嫁生了一个孩子，他因为这样，他觉得他的爱被剥夺，他就进了精神病院，整个就是精神出状况。然后这个老师大张念就去疗养院看他，带给儿子给笔，然后一直到他好像疗程快结束的那一次，他就说：“某某某，我要拜。”最明白了，靠你们来当某汉，你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他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抱住老师说：“妈，你可以抱我一下。”哎呦！他叫他说：“妈，你可以抱我一下。”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不行了。所以那个老师说，这是他在这个农场里面，他觉得他很感动的故事。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我们全部人都哭。那谢伟老师啊，罗胜，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太感动。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我很希望当天，对，乡音啊，农场没有的乡音，这农场很特别。后来
他有写成书，有拍成电影，还是王世贤演的电影。哇，像那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爱东，我真的很荣幸，都在下都在苏沟 Q， 我也很期待当天我们音乐会的时候，老师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来听这首歌。对，很感人的故事。对，希望大家都向着阳光上。对，把心打开，让阳光照进来。一时走歪不代表一辈子走歪，大家都会有机会。启蒙太卡支持两百合写，他合集也很特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中有一座山，对，心中有一座山。来回味一下你之前的一些歌曲，好不好？对，我以粉丝的心情会好啊，要求一下这首歌是吉娜说：“哎呦，他等下唱那个歌哎。”对啊，我说你有听过？有唱过，有唱过。头发跟赵维哥的同班同学啊，我很喜欢他一首《Hello》。对啊，那一张专辑真的，我自己自认为真的那一是无可取代的一张专辑。真的，我今天听到这首歌彩排给史杰，我真的觉得哇，瞬间回忆涌上心头，情感通了，真的。而且那张专辑真的也是集结了所有那时候线上的一时之选制作这张专辑，国台语的创作者，没错，还是要重新发行一下。好想哦，包括这张专辑里面有后来的金曲歌王苏明渊、苏尔珍写的歌，以前叫苏尔珍。对啊，那张专辑跟你讲，对，包括导演哦，于永杰导演是后来变成很厉害的导演，比如拍我们 MV 的导演。我在这边真的借这机会谢谢罗哥。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到目前为止都连他喊那董东影气氛堂。从现在发行的话，古小兔现在状态还好吗？古小兔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啊，应该可以。韩州对吧？给英国韩这些州表演吧，应该有了，还可以了。但我要点那首歌，我要好，那首歌曲，那首好只要3部哦，来了，很好听，真的很好听。在1990几年的时候，1999年那时候有出一张这种男合唱的台语专辑，那真的是。那是第一张，我们是开天以来，对，我们是第一张台语2重唱，是创纪录。他的唐宽啊，那个时候你看就可以做出这么棒的歌曲了。今天反应如果好，我们就重新发行。可以，来，青树连力。放的火车已经开，我台边的形影双双对对，幽怨怣怣等待你，看无心莫来相思。落雨的暗暝愈想你，车窗边的景色寂寞相随，一脚爱情的行李，装满满满的相思。将爱你当作是一生上重要的代志，阮心内只有你，想要对你讲出永远我爱你，予阮深深思念你，用一生上宝贵的日子，真情相对难分难离。希望永远袂搁再分开，予阮深深思念你，你是阮上好的知己，用心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微放的火车已经开，我台边的形影双双对对，幽怨怣怣等待你，看无心爱来相思。落雨的暗暝愈想你，车窗边的景色寂寞相随，一脚爱情的行李，装满满满的相思。
将爱你当作是一生上重要的代志。阮心内只有你，想要对你讲出永远我爱你。予阮深深思念你，用一生上宝贵的日子，真正相对难分难离，希望永远袂搁再分开。予阮深深思念你，你是阮上好的知己，用心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予阮深深思念你，用一生上宝贵的日子，真正相对难分难离，希望永远袂搁再分开。予阮深深思念你，你是阮上好的知己，一生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用心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我好像要回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欢迎子祥，子祥，罗哥，你好感动，你刚刚在那边给我拍手，哎，不是就听得好亲切啊！而且我南燕成功这个编曲到现在还是很棒，没有那个年代感。正经问一下问一下制作人好了，制作人，你第一次听哈？这首歌大概是1999年，23年前。23年前，对这首歌。我的出道歌听起来跟现在有违和感吗？我以为是全新，以为是全新的歌，我们成功，我们就是走在前面的人啊，所以可以重新再出版一次，可以叫古小兔赶快减肥，好不好？也可以有一点中年人的沧桑啊，中年人同班同学会可以啊，我们就是同班同学都毕业嘛，是啊，毕业以后在同学会，深深思念你，对啊，很感动哎，哇，刚刚唱。那受语为辅仪，所有的回忆都回来，恋爱都转来了。对，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罗哥。你知道那时候罗哥，你知道他大牌哦，很多综艺节目哦就敲不到他，但是很多人都希望发我们通告，因为可以敲到罗哥。对，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瓜哥啦，或宪哥啦，或奶哥，他们节目不是那种恐怖箱啦，玩游戏，你一定忘记对不对？有。你知道罗哥让我印象很深刻是什么？你知道吗？有那个我记得是。曾国成哥的节目吧，那个跷跷板弄麻糬，然后你在那边一踩，然后麻糬飞起来，然后你要去接。罗哥做这事，麻糬打脸，他就啪，我就想哇，我们老板这样好吗？可是我以为罗哥喜欢这种游戏，然后跟我玩恐怖箱，你都忘记对不对？真的哦。我跟你讲，我每一条都记住，然后我们还曾经哦，就是那时候有整人红不让嘛，然后我们还跟就是要串通好要整罗哥，因为罗哥那时候他在发魔镜的电影票，有没有？对，然后那张专辑也推大家听哦，因为那个整张专辑是 live 的。我们今天的资讯要更新，真的要更新。然后你知道我们要整他，我们那时候在那个101那附近，就说要去拦罗哥的车，然后我们就装黑道这样。我们哪像黑道，我们就噗嗤笑出来。罗哥一看我们就，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两个人像喽啰的感觉。穿帮啊，大穿帮，太好笑了。然后罗哥也是真的很棒，而且罗哥带我们吃好多美食哦。对，我想每次啊，不管多远，他开车说，我们到3义去吃一下赖插葵的面。我是因为这样，我到现在哦，我只要赶通告，也是不管多 delay， 我都说下去吃面。有时间的话就会绕下去。很奇怪，那个会回味。真的太多。我们还一起到新加坡赌船表演。对，我们去赌船表演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我一定要讲。我们出道那一年，罗哥带我们上国庆晚会。哇！真的吗？对，你带我们2个，我们唱《Say Mine》讲。你知道唱我们后面的原住民是谁吗？谁？
阿妹跟阿妹妹。哦，真的，真的，我一辈子。罗哥怎么好像完全没这回事？他们好像出来唱姐妹跟好像高山青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唱 Say More 安讲。哇哦，然后。那是我觉得那发片的那几年，我觉得有很多非常非常深刻的事，真的谢谢罗哥，我都记起来，而且我都记在笔记上面。哎，我真的都忘记了，要谢谢，因为我们已经修道成型，已经那种已经没有在管人间的事情，就是已经忘，就是他已经上辈子结界，但是一直是往前面在看，真的。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就是被帮助，或者是受到一些鼓励，或者是帮忙的时候，受人点滴，对我们都会记在心。对啊，所以谢谢罗哥。其实我也真的佩服这个哲伟了哈，因为他就从那个时候出来以后，然后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啊，哦，他还是一直都在音乐圈里面，在这个演艺圈里面，不管是什么角色，对，但只是说不同的一个斜杠的工作而已。对，但是他自己就是非常的努力。对啊，然后就看着他慢慢成长，现在其实机会是也越来越多了。谢谢。对，那当然我觉得还有跟新一代的合作，对啊，又会唱又会创作，他的经验又这么的丰富，颜值又高。对，我觉得不红有道理吗？听到，马上讲出来，听到。我想真的，我们机会无限。对，不要放弃，还有子祥也是，真的，一起。子祥就要更加加油。你现在才刚出道，对不对？才4年的时间，对，往后还有很长的，还有40年，真的有黄金时代。对，要以罗哥为基准，好不好？他罗哥也是做什么像什么的，真的是。好了，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好。来，好冲各位朋友了哈，夹来报名了哈。大家打电话来，0966676666，大家打电话来哦。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欢迎我哋哈，还没有多谢哲伟，谢谢子祥，谢谢子祥加油，音仔多多支持，大家多支持哈。华克歌曲，对，是孟小康老师和永乐区的欣赏，辛苦了，谢谢。还有天从公公演辛苦了，什么太高？谢谢。下礼拜我唔記得，聽到正式時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